照两边，做一个 pose， 准备好你的舞步，酸到300头梳妆头发，出走会一步，用好漂亮的放一头发步。我们要回家喽。我们明年呢，欢迎他们重新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一起吃饭。好，大家欢迎来到客家音乐戏剧中心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在演出的场地。我本来以为说我是带一群小朋友来郊游的，奇怪，这批人怎么突然变严肃起来？我们今天把你们从斯坦带来这里，那明天你们要把斯坦的风景带给观众。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哎，好，这样就够了。我是开满。你自己看一下那个招牌照。现在状态当然是很紧张啊，因为时间越接近，真的就是只有紧张2个字。除了紧张还是紧张。现在你们问我，我就觉得越来越紧张了，有点焦虑的感觉。我在想说，我们待会就是听别人的声音，然后听自己的声音。嗨 ，Hello，你好，加油！我今天就是要4分的阿分，我要4分，我要4分。我觉得可以啦，我会今天应该会 OK。我现在就想努力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就其实我的东西也没有到很复杂，对我觉得我可以。我就是要把阿才的老婆的心情带出来，然后也希望我把斯坦的一个美好带给台北的观众。我准备好了，会把最好的呈现出来，让观众认识我们斯坦。到现在这个表演的前一刻，就是大家好好的珍惜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的缘分，还有这个机会。天王剧团做对吗？大家好，前面。
先进去。上面有洗澡间。好，深呼吸，稳住，你们很棒的。我们上台见啦。可以的。不是假笑，是真笑啊！我都是假笑哦。消息，一出好戏《天光》即将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上演。什么？剧场里能不能吃东西、拍照？当然不行，快坐好，属于我们的天光就要升起。大家好，你们吃饱了吗？还没，那就晚一点去吃。俺名的嘞，叫阿妹，是出生在诗坛的一个小镇姑娘。今晡日咧，我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係同苗栗詩壇有關係嘅一個愛情故事。感情的事情没人知道，不如早睡早起，同自家照顧好嚟，真係輕重要嘅事情。你看，像俺用一個鬧熱嘅酒水，那有乜嘅好受理嘅事情呢？兩位就係故事發生嘅地點苗栗詩壇，除咗親有名嘅阿曼條家王南橋之外，兩片還單獨一群熱情樂天。3萬個客家人，阿妹姐啊，哎呦，你今日有冇等下就衝下去洗衫褲呐？係咩？我講下以前嘛，人嚟講先好把洗衫咧，也冇等下等，讓我阿唔拉意思。冇啦，你就看個天使，等下就會落水啦，想夾夾去洗洗啊，夾夾拿咗嚟洗澡啦。曹碧哦，聽到媽呀老公嘅上改哦。安太生哦，我看見雷公啊，都本黑走了。係係啊，好啦，莫講兩條油嘅門，夾夾去洗衫啦。阿妹姐，好把夢最近受一張蜜桃哦。係咪？受隻魚米了。什麼魚米？我當然都有洗身好嘛。我咩你意思啦？好啦，莫講兩條，你條夾夾去洗啦。等下最近落水了就敷唔出咯。哎呀哦，夾夾去，夾夾去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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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們看看。就已經知道要下雨了，還要洗衣服、曬衣服，倆就係你客家人嘅硬頸精神來嘛，哦。哎呦，阿肥爸，阿妹啊，啊，你有中傷啊？為什麼有掌聲啊？奇怪。啊，這就是每個人不一樣的地方啊。真的哈。哎，聽說你要娶媳婦了。
还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那个芬芬啊，要恭喜你喽！好啦，不要再锤了。娘啦，怎样啦？哎呀，事情哦，要是你有你想的那么顺利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中海你马改弄母敌啦，啊，就是小芬，啊，她在那边呢。哎呦，我们直接听她讲比较快了。哎，阿芬，阿芬啊，阿芬。 ngài không có嘞，ngài冇爱啦。娘啊，哎娘咯，cái草皮就很好好咩？一開始你就冇問過ngài啊？所以窮好嘛？cái阿傳咩塞嚟懂好咩？跟老叫細細強下睇，你家本件咩行下好嘿？哎呦，呀嘅事情就老記冇相關咩？ngài就係唔希望ngài這個事情本陪你結聽嘛？哎呦，那個嘛嘅結聽唔結聽？ 4萬人咧嘅婚姻全部咩不卡做主咩？嘅係唔對好不？呀下時代已經冇強用咧，我自家人生，我會自家決定。阿芬啦，冇行家啦，阿芬。我自家人生，我會自家決定。阿芬啦，阿芬冇行家啦，阿芬。哎呀，这个女孩子真是的啊！我看呐。 这桩婚事啊，应该是谈不成了。哎，奇怪了，明明我儿子就是那么的优秀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他跟我一样怕老婆。哎，你看，一大早就把他以后犯出来要跪的那个算盘都拿出来。阿川啊，阿川。哦，阿爸，你要知道我是你阿爸啊，我知啊。哎呀，人那么早就在那边打算盘啊？冇啦，因為我草邊哦冇生意衰嘅。 這邊就還有裝了酸呐！哎，看到沒有，我兒子啊，一直都是這麼樣的認真啊。因為我按呢要撇到阿芬啊。哎，對，今天晚上啊，我們這要辦一個舞會，哦，你呀要參加。跳舞？我又唔會跳舞，我唔敢去啦。他有什麼唔敢去的啦？你就是要去呀。唔好啦，我喺老佢叫我跳舞，我喺嚇到佢按勇甲散哦。勇甲散了。 不是叫你去你就那麼害怕，你一點都不像我哎。好啦，阿爸，唔好講嘅啦，我想轉去咯。轉去嘞？你要去哪裡呀？哎，看到女孩子就害怕，一點都不像我。真的不像你，一看。說到這個舞會啊，其實也不是真的是個舞會，它就是呢那個莒光話劇隊啊，在今天晚上。 想跟大家一起唱唱歌、跳跳舞，哇哦！这个 muscle， 这个身材，这个帅气，啊！我看啊，阿才要獲得芬芬的芳心啊，就要看他今天晚上的表現啦。哎呀，不說了，我的歌來了。 準備好你嘅舞步，三到300同數種痛法，盡在背跟不同下跳亮嘅風氣中奔波啦。哇風氣中奔波呀，風氣中發dancing，黑暗中嘅 happy，everybody just say ayo ayo， fun with me， 不是衝動雄心。 Just moving your body， 就讓愛向下沉沉 tempo， 繼續跳下去。One two three go！ 啊，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他的鼻头在冒汗，他的嘴唇在破皮，好近，好近，好近。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手心冒汗，心跳加速。难道这就是恋爱？
可是我明天就要结婚嘞。啊，我心里好难受。初恋就是失恋，天黑呀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等一下，那边窗子里亮出来的是什么光？那是东方，那是天光啊！朱丽叶就是太阳，起来吧，美丽的太阳，赶走那个嫉妒的月亮。哦，朱丽叶，朱丽叶，为什么你是朱丽叶？抛弃你的 husband，deny 你的 family 吧。玫瑰，就算是 single， 它的香味也同样是 double 啊。哦，罗密欧。啊，他说话了。他欲言又止，但是他的眼神已经透露了他的心事。我的天哪，我多希望我可以直接把我的脸就放在他的手上。你的头没事吧？我的头没事，我的朱丽叶，跟我走吧。我很想，但我没有办法。我明天就要跟阿才结婚了。明天，阿才，我痛恨这2个字眼。我希望明天永远都不会来到，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你跟我一起离开。我妈在叫我了，再见。不要走，再见。跟我走，我的爱。不行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明天就要结婚了。好吧，那我走。不行，不可以，你不准走。好，我回来。哎，你不要动，我找到你了。算了，你还是走吧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啊？好，我跟你走。他答应了。哦，太好了！那我明天应该在什么时候去找你？明天早上6点搭我们的车，我们一起离开。好，我去收行李。好。我家在那边。哦，对。你不放我下来，我要怎么去收行李？啊，对。待会儿见，6点见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啦？刚才给走哎，太唔见的啦！阿仔，我真嘅對你懂排身呢。真给走哎！阿仔，真嘅懂排身。唉，就这样，他们到台北去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，而我那个儿子只好留在故乡，思念着他的爱人。哎，用个伞，用个伞，哦哦呀，也是情耶，哦，用个伞，哦，用个伞，哒哒哒哒嗨呀呀呀，哒哒哒哒嗨呀呀呀，嘿耶，哦哦。
时间咻一下的来到了2003年，阿雄和芬芬呢，也就这样在台北给他待了20几年呢。阿芬在这段时间里，一次都没有回过他的家里。台北的生活没有芬芬想的那么的幸福，这种种的一切，都让芬芬忍不住想，他到底是不是爱错了呢？错，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对与错绝对不是二分法的问题。你说什么金融海啸，没事啦，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拿着冲浪板，然后朝着海跑，我们就是站在浪尖上的逐浪者。厉害吧？哎呦，熊狗，人家就真的很担心呗，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啦。我是在讲认真的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什么柠檬弄成什么柠檬的？你是说 When life gives you a lemon, make lemonade 吗？我没想到你一讲英文就不像蔡秋凤嘞。哎呦，熊狗，你真的很幽默哎，我应该要多跟你学习一下。幽默感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玻璃掉到地上会说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晚安，先睡了哦。走开啦！哦，电话。奇怪，喂。喂，请问是安安妈妈吗？啊，是。啊，是，我是补习班的老师啦。是。这个你已经有2期安安的补习班学费没有缴了呢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手头真的很紧，我保证我下一期一定准时结给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哈？真的。对。你上一期也是这么说的呢。老师，真的啦，这是真的啦，我保证。好，究竟安安妈妈会不会缴下一期的学费，我们就静看下一次的发展。究竟安安妈妈会不会缴下一期的学费，我们就静看下一次的发展。这老师怎么回事啊？奇怪。曾听你对我说，你快闭嘴，安静一点啦！快烦死了，还差。哦，什么事啊？补习班打来催学费了。啊，怎么又打来催了？不然呢？哦，催给他催啊，我没办法。妈妈，你看这题三角函数，它真的太难了，我看不太懂哎。你怎么问我呢？我花钱送去补习班，你在干什么？好了，妈妈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哪有生气啊？不是，你自己看，这真的很难啊。所以呢？去补习啊。哦，还有妈妈，我还有一个功课。又还有什么功课？你一次讲完。哦，就是老师说要交爸爸妈妈老家的照片啊。爸爸已经交给我了，妈妈你还没。妈妈，你最近会回斯坦吗？下次要回斯坦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不是啦，你自己有空的时候不回去，啊，是不是你自己不敢回去？你现在跟我吵这个东西吗？我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吗？哦，好啦，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要吵架的话，那我先回房间喽。再见。哎，你不要每次都把事情搞成这样好不好？搞怎样？接你的电话啦，跟他讲不听，谁做多大？哎喂，哎，阿雄，哦，阿玲哦，哎啦，哎，钓鱼啊啦，钓，啊，唔讲啊，唔是个大头啦，快点！好啦，哎，等我物件收拾就去啊，吼，拜拜。好啦，进来，拜拜。哦，进来。站住！你要去哪里？那个钓虾。什么时间你要钓虾？哎，现在是假日，去钓虾怎么了吗？安安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，你要钓虾，你这样对吗？不是嘛，一码归一码，日子还是要过啊，学费又不是我现在变得出来。你看这什么东西？这点你缴了吗？哈，你有钱缴吗？有钱钓虾，没有钱缴账单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给你面子，一直在让你，不要太过分，我跟你讲哦。再过分都给你面子，我很欢迎跟你上来台北啊。你好了没啊你？我没有好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样？现在是怎样？不想怎样啊？吵架是不是？接起来，怎么样？看吧，吵架的精神都特别好。哎，每天这么样的辛苦的，肚子里面的一堆苦水，要说给谁听？没有人啊。对了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啊，应该啊，
要把这件事情啊告诉我儿子。哎，阿川，阿川，来，因为啊，芬芬他们家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啊，来，你告诉他好了。哎呦，对，也许啊，你好好跟他讲，你们之间啊还有重修旧好的机会，啊，好好讲哦。我不想再跟你吵了。谁跟你吵啊？你去接你的催缴电话吧。关什么事情啦？我大便了。喂。喂，请问阿芬有投卡冇？我是诶，我系阿蔡啦。阿蔡。唔记得我系哦。我想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？冇啦。就有一件事情要同讲，就前一步的吼，也把破片的带到家父平房啦。可能我做唔得了，你就稍稍转来斯坦，好了，来看你亲后一面啦。可能杀掉的啦。哎，喂，阿芬，不是啦，哎，这个 A 牌的很贵，赞助的，你怎么了啦？刚才乡下打电话来说，我爸爸快不行了。台北到苗栗的距离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是很近，但就是有些人怎么样都找不到时间回去。这个诗坛的早晨，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阴？原来有些事情，在纷纷不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悄悄地改变了。芬芬啊，安久没看到啊。阿比爸，这次回来要待几天啊？大概头期结束吧。他现在都不说客家话了，啊？爸，到台北就冇嘢对讲过年，讲唔出嘅，讲客家话。跟住对讲过年就好嘅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客家话越讲越差了，都忘了。就台北没有那个环境啊，都忘差不多了。这一次啊，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多待几天的。我台北还有事情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想要多陪陪你妈妈吗？我还有老公小孩要照顾啊。你老公呢？那你要台北照顾小朋友。你对你好吗？好啊，那有什么不好的？做乜嘅？一下就會離開呢，做乜就架兩年皮啊，係嘛？我沒有辦法離開他們啦。佢呀一下有錢咧，我做得照顧人哋啦。那不是錢的問題，我就沒有辦法。我唔見識人人都冇賺，咩廿把高成用，我想一賺啊！媽，對不起啦。对不起，你忍心看你妈妈这样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也没有回来过一趟，有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照顾她是不是？我照顾她。啊！你不照顾她是不是？我照顾她。你的未来就交给我好了。
没就突然的啦，不会突然呐。我真的想很久了，我就一个人嘛，啊，你现在刚好也一个人嘛，那我们就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啦。你认真的吗？不然呢？哦，我答应你。你认真吗你？啊，不然呢？你看，哎，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的，我愿意把我的整个生命交给你。可是，要是你没有诚意，那我求求你，停止你的求爱，就让我一个人独自伤心吧。哦，朱丽叶，老密欧，是我的灵魂在叫我的名字吗？啊，老密欧，朱丽叶，我的爱。好，你们够了没啊？我爸才刚找人这样那样能看吗？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你唔就係讓以前咩千禧廿把嘅，你難道冇希望呀？沒得到幸福係冇？我不要跟你們講，我要回台北。阿芬，阿芬啊，阿芬，阿芬，阿芬，怎樣？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很深深的爱着你。你們這些怎麼回事啊？奇怪。你猜怎么回事？我們去散步。好。我一直忍着，谢谢。快结束。好紧张哦，真的好紧张。爱也看事情，黑牛半夜开始见。爱这件事情，我们总是了解的太少。但我们都知道，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终于，我和阿辉伯也抵不过死神的召唤，先后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至于我和芬芬之间的问题，也就因为我们的离开，而失去了修补和协商的机会。但那没有关系，我只希望当他想起我的时候是快乐的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阿 Q 啊，阿梅姐，阿兰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看到阿 Q 姐，那带到几时？我辦咗嚟起嚟啊！真的假的？真見你啊！很痛啊！係啊，台北喺度唔關啊！啊，真的哦！係啊，行喺做來市場去開習慣啊！阿姐，看到人很痛哦！哎呦，很像啊！真的呢，真像呢。哦，唐貢嘅阿財是怎麼了嗎？啊，冇糖豆嗎？沒有聽過呢。他肺炎走了。哎呀，真的。他不是不抽煙也不喝酒嗎？係啊。佢後本哦，佢已經動態健的傳統啦。哦。生意當好哦。係啊。拍佢吼炒菜哦，佢油煙哦，按重啊。哦。就得到肺癌的啦。也都會記個名。係啊，係啊。講名啦，吼。名。誒，佢當中阿芬呢？哈。你芬芬嘛？哎，是
哎，阿美姐、兰姐，你们也转，你们也在这里啊？哎，你不是一直住在台北忙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准备要退休了。退休了，退休嘞？那么年轻就退休？哎呀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你们看起来就应该好好休息了吧？我们哪里看起来需要休息？啊，礼拜待几久啊？要待好几个礼拜，我想要好好休息一下。你怎么没有跟你老公一起回来呢？哎呀，他用没转来？他前一阵子就，对呀，他就是在台北太忙了，所以把身体都搞坏了。唔怕啦，你还转来，你太起个皮呐，系嘛？转来之后啦，转来之后。那同讲哦，现在诗坛啊完全不一样了，空衣又好，满奈都又好料又有好吃呢。跟云南师傅又见当好势啦。云南师傅啊，跟传堂啊，跟隔壁吼又可以见到减速概念店呐。减速概念店。来我卡是茶到这一步啦。看落去，看落去。来，奔看落去啊！啊，你们去了。我想要一个人再去逛一逛。好，你多去绕一绕。啊，提前落去啊！系啊，从安斯茶要所以唔睇咯。你要吃仙草吗？如果要吃仙草，前面那边左转哦。我不是要来吃仙草的，我以为你是游客。我以前老家在斯坦新店老街上。那我怎么没看过你？我以前都在台北忙了。台北？对。你不会就是那个芬？你怎么认识我？你不会就是那个我老公阿才？每天念念不忘的初恋芬。你是阿才的老婆？对呀，不然我干嘛在这里扫地做义工啊？没想到你还真是挺漂亮的，难怪阿才一直忘不了你。我一个人也挺无聊的，陪我聊天好吗？哦，好。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，你还记得以前你们跳的那个舞吗？啊，哪一个舞？就是那个莒光话剧队来的时候，你们跳的那个舞啊。教我。好，我试试。右手右脚3。我有一点害怕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就这样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？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台北。你放心，有我在啊。你要知道，台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在那边，你会看到很多的高楼，还有医院，还有很多的高楼和医院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去一起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我们生一个小孩，再养一只小狗。我最喜欢小狗了。我也是。那我要叫它莱恩。为什么要叫莱恩呢？因为莱恩呢，我家住斯坦嘛，狮子。哦，也是，好，那我们就叫他莱恩吧。莱恩，我们的孩子，还有你，跟台北，一切都会过得很好的。
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好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就把你未来的一切都交给我吧。你怎么突然想说上来屋顶呢？以前我们小时候晚上睡不着的话，就会偷偷的爬上来屋顶看日出。唉，我的膝盖都快要痛死了。你看起来很健康啊，你可以的啦。那是看起来，你都不知道我的膝盖退化的有多严重。你看，太阳要升起来了，快要天亮了。再见！你在跟谁说话？阿才啊，不然是对面的人吗？再见！我还是很想你的，有事没事记得到我的梦里来找我。阿雄，再见！我等一下就去找你了。我们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了。你看，太阳出来了。鸳鸯扮演，老草本意讲在飞，给记言给迷失，相片都给笑容很记得，爱很记得。多希望啊，也就个爱啊个一场梦，梦想以后你会回头对我说，我说。无相爱，爱无相爱讲，在飞。无相爱，爱无相爱讲，在飞。无相爱，爱无相爱讲，在飞。无相爱，爱无相爱讲，
斯坦佛扬太高了。再见。然后在洗三温暖一样，本来很紧张的，后来发现这一群可爱的乡民，他们居然把这个压力给扛下来了。对，谢谢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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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棒哦，大家太屌了啦！我受不了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舞台剧哭的这么，你真的整个大爆哭。对，是超级大爆哭。我觉得我们只要看到他们的那种认真，我就真的是完全控制止不不了住自己。对啊。哦，超赞！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哦，超赞！让我们真的吸取这么多的养分。我不小心摸到前面了，我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谢谢哥。哦，很棒，支持很棒。我觉得驻村这件事情，它真的是一个当兵式的体验。所以当他们问我说演舞台剧比较辛苦，还是拍这个实境节目比较辛苦，演舞台剧比较简单。可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配置，没有跟他们驻村的相处，没有这种一个拉一个，当他这样子被催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台下的那个回馈，就好像孩子的哭声一样，又响又亮，然后整个事情就圆满了。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不是可以独立的，就这样活在这世界上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家一起共同去完成的，每一个点跟点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不管是当演员，或者是去主持外景节目也好，我的经验里很难有这样子的奇迹。因为这个奇迹不是只是一个作品，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以前也没有这样的节目。其实你这样说，我就觉得我们4个还蛮幸福的，超爽的。演艺人员将近1-2万个人，就找到我们4个人去从事这样的故事。你看今天林柏宏，他超想来的，他真的超想来的，因为他觉得我们舞台剧的演出真的太厉害了。虽然很累啊，可是很满足。对。哪一段最好笑？哪一段最好笑？我当然是算跟演老婆的演员，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盯着。哦，盯多久？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第一次都是最美的，这样我就跟着他们，然后跟着村民一起上山修古道。真没想到当初修古道的，居然会在这个地方演戏。都在哦。刚刚听到那个驻村小队，就是你们在诗坛待了1个月，我真的羡慕。为什么没有去？对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就是今天晚上因为你们的关系，让我们大家都更认识诗坛这个地方，然后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去诗坛看看。谢谢。